谁让你带他去吃龙虾了？啊？不是我没想带。哎，行了行了。 你在这里乱翻什么呢？老板，这里所有的报纸都帮我来一份。天乐，干嘛呀？羊。养你挠挠啊！天乐。哎呦，哎呦，你这身上起的什么呀？这是啊？我看看，我看看。哦，这是过敏啊！赶紧去医院看一下，吃点抗过敏的药就没事了。这真的假的呀？真的，赶紧去。孩子痒，老破了皮会留疤的。哦，好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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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呦，别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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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走走走走。宝贝儿，宝贝儿，咱别挠了啊！10年之后你就是一大美女了，现在是挠花了，留了疤，10年之后变不成美女，你该恨我一辈子了。听话，咱不挠了啊！给你开2盒过敏药，1日3次，口服。孩子药量减半。依恋，我看看。天哪，怎么红成这样啊？痒不痒啊？大夫，这没什么事儿吧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对龙虾过敏了，吃2天药就退了。吃龙虾？谁让你吃龙虾了啊？是他让我吃的。你这么小年纪，你怎么那么会挑事儿呢？啊？谁让你带他去吃龙虾了？啊？不是我没想带。哎，行了行了，你们有什么事儿自己出去解决吧。哎，走，依恋。我这才离开多长时间呀？你就把依恋弄成这样了？不是，我这不是为了让他高兴吗？人1礼拜才回来1次，他说他想吃小龙虾，我能说不让他吃吗？我跟你嘱咐了3条，你都忘了？前2条记着呢，第3条你说不准他吃小龙虾，你也没说清为什么他不能吃小龙虾呀？吃龙虾会变成龙虾。你听听。走，依恋。哎，你怎么还真生气了呀？我。哎，你不是说那姑娘挺漂亮吗？让我见见。嗨，别提了，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简单说吧啊，一大姑娘带一小姑娘，2活祖宗，你知道吗？都快把我给整死了，我现在就剩半条命了，我。那小姑娘不是送幼儿园了吗？是啊，还剩一大祖宗呢。这大祖宗啊更可怕。得了吧你啊，那么漂亮一姑娘跟你住一屋里，逮谁偷着乐去吧。谁要想拿走乐去，谁拿走。要不是因为我们家老太太跟那儿顶着我，我早把她给赶出去。那倒也不敢。哎，你那钱怎么着啊？我跟我奶奶说好了啊，20万你想要，随时要，随时拿走。拉倒吧，我结婚用你奶奶的钱，我以后怎么上你家去？那你这婚还结不结啊？哎，你说，其实抛开这钱不说，我觉得薛丁丁这人吧，其实还挺踏实的，而且还挺漂亮。
咱俩再骑一圈。走走走走走。你过得那么光鲜亮丽，怕是早已经把我忘了吧？哎，你才来啊？哎，着什么急？小伙，哎，来瓶酒。好嘞。等你半天了。知道，耐着心啊。有个事儿啊，跟你们说一下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我来一朋友。朋友？男的女的？肯定是女的呀，哥。我就想告诉你啊，你注意点，别太色了，别让人家看不起我啊。结没结婚啊？肯定是没结婚啊，这事儿你就别惦记了啊。这女孩啊，不是一般人，就是一般人拿不住的那种。那你能降得住吗？那当然了。哎，你就只是说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吧？达到什么目的你还不明白吗？到时候都机灵点啊。好嘞，了了。哎，我有事儿，我先进去了啊。忙。那个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梅兰妮，职业是家庭顾问。对，家庭顾问。这是我好哥们儿李爱宝啊，一设计师。哎，来，坐，坐。哦，对，忘说了，他是马上就要结婚的人。不是你说这干嘛呀？哎，认识你很高兴。哎，哥，要不来一段吧，咱们上来就来一段。这不是认识新朋友了吗？助兴。那就先来一段。那个，要么这样，咱呀转战屋里，好不好？走，里边请。哎，没想到呀，你这哥们儿还有点音乐细胞哈。那必须的，我哥们有才着呢。不，你这得慢慢发掘。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了？你妈要那20万，我拿不出来。所以呢，就不结了是吗？那你让我怎么办？
你让我怎么办？所有的亲戚朋友都知道了，你现在悔婚，我以后还有什么脸？哎，不是那什么，你们俩有什么话都好好说啊。说什么说？这是结婚吗？这是卖人。你再说一遍。那个，我们都为这姑娘想一想。我是女孩，我知道，父母把我们养大都挺不容易的，也挺不舍得的。别说20万了，就100万，都是自个老婆也值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是你跟那瞎掺和什么呀你？我最后问你一遍，结还是不结？我就是个白领。之前给你们家那10万，那是我妈养老的钱。现在你们家又要20万，你让我上哪儿弄去？